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宅嘅模型頻道。平時我就同大家集中講翻模型嘅再版或者新品嘅資訊啦。呢條片不如唔好咁悶啦，輕鬆翻少少，講下呢幾年同高達模型相關嘅花生事。如果你係第一次入嚟我呢個頻道，咁我主要就用廣東話講有關高達模型相關嘅情報。固定嘅話就會月中同埋月底會講翻高達模型新品、PB 上架同埋嚟緊再版嘅資料，會 show 翻數組嘅模型成品圖同埋一啲我個人少少嘅評價啦。閒時亦都會做下一啲工具開箱啊，分享下我模型處理嘅過程同埋一啲高達周邊相關嘅嘢，好似呢條片咁樣。第一批講嘅就係我哋玩家最痛心疾首嘅黃牛類事件。先講個大快人心嘅2020年崔斯坦敗走事件。崔斯坦高達本身咧就係 ANT1 嘅後繼機，模型咧就係17年已經出咗噶啦。簡單講翻一下古仔本身啦，其實佢係類似外傳嘅形式去講翻馬反之後發生嘅事情。咁本身馬反出嘅同時有計劃推埋呢套嘢出嚟噶，不過最後不了了之。之後有段時間日本就流行輕小說文化 ，Bandai 就想睇下將呢啲短篇嘅故仔做成動畫短劇有冇得搞呢？呢一套 Twilight Access 咧就係第一隻白老鼠，咁古仔就唔再詳細講落去，因為反正真係唔太吸引。模型上去講呢一隻崔斯坦就真真正正係 ANT1 嘅後繼機，因為17年出嘅模型竟然仲兼容緊04年 ANT1 嘅某啲 pass， 對比起同期嘅 High Grade 模型啦，個可動真係奇差噶啦。特別喺日本之間嘅玩家個風評係超級低嘅，所以入咗貨嘅店家基本上全部都係蟹貨噶啦。但係3年之後，即係2020年嘅某一日啦 ，Twitter 上面咧就有人出 post 發現，喂，原本堆積如山嘅死貨俾人搶購一空喎。後尾發現原來有人喺網上面話呢一套係神作，大家要快啲買去相關嘅模型啊！如果唔係就俾黃牛買走晒噶啦。加上當時人氣好高嘅 Gundam Battle Operation 2，亦都已經落實會將崔斯坦加入埋呢個 game 成為新嘅機體。對高達認識唔多嘅人嚟講咧，覺得連人氣 online game 都要加入嘅新機體，一定多人有興趣噶啦。咁所以黃牛商人就大手買入啦。原本零售價定為1600 yen 嘅死貨，一度喺網上面俾人炒到上差唔多15000 yen，咁當然係冇人接盤啦。呢一次亦都係模型史上少有反擊黃牛大勝利嘅事件啊！2022年強國人福岡超合金停車場交易事件，當年為咗紀念福岡新開幕嘅 SciF，Bandai 就喺 New 高達上面出咗個特別版 RX93FF， 咁包括有 EG、RG 同埋超合金版本。開售嘅當日咧，有日本人發現 over 50個買手喺停車場同接頭人上交買翻嚟嘅超合金，拎咗錢再去鋪頭再買。呢啲人排隊嘅時候咧，就直接將3萬 yen 拿喺手，而唔係喺個銀包嗰度揞出嚟嘅。片主就覺得奇怪，所以拍低啦。而片入邊亦都好明顯聽到有人用國語講3300啊，直接俾3萬我啊之類嘅說話。咁事件嘅最後發展就係店鋪發現有違規事件，當晚就宣布停售，然之後更新為網上抽籤發售。如果大家想睇翻嗰條片，我會擺條 link 喺 description 嗰度，大家有興趣自己可以上去睇下。2024年轉賣屋千字奇文指責 Bandai 事件，講緊其實都只係舊年嘅事嘅啫。Seed Freedom 套電影一上咧，成個系列人氣爆棚，所以一批日本當地自稱為轉賣屋嘅團體，咁其實真係黃牛黨啦。見到就諗住摩拳擦掌，劍指主角最終機體嘅 High Grade Mighty Strike Freedom。啱啱一出嘅時候，咁當然佢哋好開心咁樣大手買入啦。但係隨住 Bandai 一批又一批嘅再版印出嚟，啲貨量多到連便利店都得買嘅時候呢，佢哋見到自己囤積嘅貨物一定冇可能高價賣翻出去，就發窮惡寫咗篇千字文嚟指責 Bandai 嘅。原文嗰個 post 咁我直接 post 喺 channel 個 board 嗰度，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嘅。我而家就直接讀翻翻譯版嘅重點啦。咁但係我都講明先，呢篇嘢有少少派膠味嘅。我哋就傾好咗噶啦，2970 yen 入貨，6800 yen賣出，諗住一盒賺1倍。我哋有人咧入咗成20盒以上噶啦，點知你一轉頭就做再版，仲要做到連 Lawson 啊 Family Mart 都有貨。咁而家我哋蟹晒貨啦，你擺到明給我哋轉售商啦。你知唔知我哋好多人住得好遠噶，特登要死入台場跟登 base 十貨，個交通成本係非常之咁高昂。你轉個頭就咁樣再反又再反，我哋損失慘重啊！就係我哋炒家推高模型嘅價值，搞到人人都搶，人人都講高達模型有咁高人氣，喺呢度我哋轉售商嘅類產業係有作出一部分嘅貢獻嘅。研討會即係轉售群組之類嘅小組織啦，同我哋講話只要努力去轉賣高達，係有機會1年賺到1000萬 yen。點知而家 Seed Freedom 系列全部蟹 Q 晒啦，啲貨一街都係，成個黃金周我根本一隻都賣唔走。後嚟先發現嗰班所謂靠炒高達年收入1000萬 yen 以上嘅王牌炒家，其實係開住架爛鬼車嚟開會，又俾其他會員爆料，去夜晚要去連鎖快餐店嗰度打工。
全部都係揾笨嘅。而家高達模型 cheap 到便利店都有得買，班細路仲點會對佢有興趣？一定要行飢餓營銷，人人想買，但係買極都買唔到，咁樣先至顯得出個商品有魅力噶嘛。我哋 set 個咁嘅價，其實就係為咗俾啲細路買唔起，但係大人先買得到，就可以增進親子嘅溝通，多翻細路仔扭老豆老母買玩具呢個過程，根本就係用心良苦，係為咗細路仔嘅笑容，係為咗親子嘅骨力，先至引導高價轉售高達模型。我哋呢啲轉售商其實本身都有正職嘅，就係容忍唔到職場霸凌，俾權力壓迫，先至決定唔打工走去做轉售。我哋咁努力去盡地一煲轉型自己嘅人生，點解揾到個咁嘅投資機會，你哋 Bandai 都要阻頭阻勢呢？去到我哋想 cut 單啦，你哋通販同埋零售商就搞埋啲新條款去食咗我哋份訂金。點解對客人嘅損失你哋係可以完全無視？以前炒到冇貨啊，我哋轉售屋都會退翻啲訂俾客人啦。而家我哋砸晒倉啦，邊個可憐我哋啊？正常嘅玩家你哋都唔好笑啊！你哋平時要預訂先至買得到嘅貨，而家一街都係，唔需要搶就買得到。你唔覺得買到模型嗰種尊貴感啊冇晒嘅咩？即係當大家都仲諗緊呢篇嘢係咪派膠嘅時候呢，樓主之後再補多個回覆㗎。Bandai 你哋為咗人人有高達玩就不停咁樣出再版。點解要無視將高達作為投資嘅人嘅空間呢？身為真正高達嘅 fans 應該係出錢出力，不惜一切咁樣去搶自己心愛嘅模型。而家就咁行落街就買得到，你點面對以前付出極大代價先買得到模型嘅真粉絲啊？你哋班網民成日喺度嘈話我哋唔使翻工又唔使交稅，冇錯，有啲人可能靠轉賣真係做到年收入2000萬甚至去到1億，但係更加多嘅人其實只係靠住呢一樣轉賣去跑山嘅咋。咁多位高達 fans 連出去高價買模型，幫助生活貧困嘅炒家嘅慈悲心都冇，就係因為咁樣日本先至會冇人生仔。Sorry， 我剔咗幾個剔噶啦，我都係忍唔住笑。咁 comment 一下啦。首先我出發點係 assume 咗樓主唔係派膠嘅，佢真係戇嘅，好理直氣壯咁樣寫咗以下嘅呢一堆說話。因為派膠講真咪又係得啖笑。其實黃牛呢個投資嘅位置係本身喺個市場上就唔存在嘅。呢件事好簡單，就係 Bandai 供應模型玩具，買家直接購買。講乜嘢推高人氣啊？市場供求決定商品價值，呢啲全部都係歪理。只不過中間多咗一個轉售嘅步驟，係無中生有，製造咗一個額外嘅成本出嚟，轉嫁喺用家身上。至於你話啲咩真正嘅 fans 啊，會攞價去排隊買模型啊，多餘啦！唔係你哋班炒狗一出貨就搶晒，我哋玩家使唔使咁樣撲心撲命去買心頭好啊？乜嘢叫做買模型嘅尊貴感呢？我淨係要玩模型嘅啫，一街都係貨，我冇意見噶。同埋如果你真係當佢係一樣投資工具，咁我哋香港成日都聽噶啦，投資有賺有蝕噶嘛，輸咗就走去揾人發窮喎。咁呢啲係乜嘢強國邏輯呢？當然亦都有唔同嘅店家自發做咗唔同嘅限制炒賣行為，譬如21年嘅 LG High New 出嘅時間啦，連大型連鎖店 Yodobashi 都有問排隊嘅買家要讀出機體嘅名稱同埋日本消費率嘅稅率，又或者最簡單限購1人1盒咁樣，成效就真係唔講得上係冇，但係總有識高達嘅人或者係本地人想做炒價噶嘛。講真嘅，咩國籍乜嘢圈子都有呢啲想靠灰色地帶合法但唔合理嘅手段去賺錢嘅人。我自己覺得都係嗰句啦，玩玩具啫，更何況你屋企嗰啲都未必已經砌晒啦。你覺得價錢唔合理，咪遲啲等佢哋啲蟹貨砸死晒啲錢啦，最後唔得啦，要平貨換錢嘅時候，又或者簡單啲再反嘅時候先買咯。另外一個呢，就係迷惑嘅行為類別。2017年高達斬首事件喺第13屆上海動漫博覽會收檔嘅時間呢，會方就發現兩隻人咁高嘅 figure， 包括獨角獸高達同埋元祖高達個頭呢不翼而飛啊！然之後好快就有一位中國嘅網友 post 咗出嚟係晒命啊，話呢兩個高達頭以後就係我嘅鎮宅之寶啦。咁因為有 CCTV 嘅關係呢，警方就好快破咗案啦。原來作案者呢係工作人員嚟嘅，日防夜防，家賊難防。但點解要咁心急呢？睇翻個報道，嗰條友出 post 嘅時候，個人仲喺現場喎，喂，好難理解啊呢件事。即係你會覺得哎呀唔見咗個頭算啦，下次再整個啦。喂，你自己係工作人員，你都知啦，呢啲嘢翻用再翻用噶啦。2024年模型內膽偷龍轉鳳事件，呢單嘢都關香港事嘅，但係就唔係香港人做，事情就發生喺模型玩具倉嘅東京秋葉原分店入邊。大家見到而家畫面其實都解釋咗成件事噶啦，店員就發現鋪頭入邊高達模型盒嘅內容物就俾人換咗。
EG 嘅 New 高達就俾人放咗入去 High Grade 嘅脈衝個盒入邊啦，然之後 High Grade 嘅風鈴高達就俾人放咗入去 High Grade 嘅元祖個盒入邊。其實用 EG 嚟換走隻 High Grade 嘅模型，我理解嘅，但係以我嘅認知 High Grade 嘅元祖應該係平過 High Grade 嘅風鈴喎。咁呢一 part 我真係理解不能啦。然之後店員發現呢件事嘅時候，感覺賊人當然係已經得咗手啦。後尾呢件事呢，亦都有日本嘅電視台報導咗出嚟，警察亦都馬上跟進嘅。其實日本嗰邊比較大嘅商戶基本上全部都係封晒盒㗎啦，願意俾你開盒去睇下啲件同時間睇下份說明書，其實已經係好佛心嘅行為。爭嗰唔夠1000 yen都要咁做呢，日本嗰邊嘅玩家都好一面倒譴責嘅。最尾因為店方 CCTV 係影住個賊人點樣偷換嘅過程啊，咁所以個犯人係結果親自去到間鋪嗰度自首咗啦。事件呢就交咗俾警方處理嘅。而託呢位仁兄嘅鴻福啦，日本嗰邊嘅無倉亦都講到明，以後全部模型都係會用膠紙封盒嘅。要講我哋玩家食花生食得最過癮嘅事件，咁當然係同老番相關嘅事件啦。其實喺龍圖紙同大阪呢兩個大 brand 出事之前，喺2010年嘅時候，其實 Bandai 就已經打響咗佢第一炮噶啦，就狀告一間廣東叫做宏利電子玩具實業公司侵權。講公司名咧，大家未必知邊間㗎。呢間公司出嗰個 brand 咧就叫高高，咁大家可能會有啲印象啦。由08年開始咧就已經製造並銷售高達系列嘅玩具。10年嘅時候 ，Bandai 就將呢間公司告到去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次嘅裁定咧，呢間玩具公司係要賠大概80萬人民幣左右啦。咁佢唔順超㗎，再上訴㗎，但係結果都係維持原判。結果咧要再賠多幾皮嘢。2017年嗰粒花生就大啦，老番嘅龍頭大班模型就走嚟告同樣係做老番嘅機甲先驅，告佢哋嗰隻 AMG 嘅紅迷網侵權。呢單嘢我記得當年連台灣人都唔少喺度笑嘅，即係老番告人哋抄嘢呢下真係太諷刺啦。不過喺強國嚟講呢 New Balance 就輸俾新百倫，日本無印輸俾中國無印，呢啲荒唐事呢都唔係第一天噶啦。只不過可惜大家就見唔到個結尾啦，之後會講點解嘅。同年木子動畫發售嘅龍圖紙系列模型，其中就確定咗獨角獸啦、雪崩能天使同埋能天使玩具嘅美術作品同日本高達系列係基本相同，所以負責人喺18年就被判處咗有期徒刑兼且罰款190萬。其實呢壇嘢我覺得最出事嗰隻模型反而冇喺呢個判決入邊俾人報導過。有人講主要嘅導火線係因為龍圖紙出咗連 Bandai 都未出嘅 MG 聖約高達，雖然質量上我自己亦都未真係見識過，咁但係無論睇佢嗰個灰寶定還是有啲人完成咗啦，將個成品 post 上網呢，佢同 Bandai 又真係唔算走同一個設計嘅路線，細節比例線條都有明顯唔一樣。唔知 Bandai 會唔會係因為驚呢一隻嘢佢出得好過自己啊，所以先重錘出擊？咁係咪咁樣大家就可以自行判斷啦？喺2018年頭先聲大告人侵權嘅老番龍頭大班，亦都避唔開被起訴嘅命運，累計9個人被拘留，涉案嘅金額累計2.3億。咁可惜我揾咗好耐咧，都冇一個好官方嘅判決揾得到。就算揾到佢19年嘅 post， 其實都冇講過個結局係點嘅。除咗金爬之外，其實 Metal Build 咧都有啲老番被告嘅案例嘅。2020年有間公司亦都被告抄襲空襲型突擊高達、煙紅突擊同埋決鬥高達3款 Metal Build 嘅模型。喺畫面度大家可以睇到佢個成品。而呢單嘢咧，3個被告亦都好快認咗罪，罰咗70萬左右。其實近年都仲有嘅。2023年5月，上海去咗搜查一間叫 TS 無玩工作室，扣押咗大量盜版嘅根特模型同埋零件。24年嘅12月裁定咗6名被告要坐3碌啦。咁不過呢間嘢呢，有啲名不經傳，可能係某間 subcontract 嘅工場嚟嘅啫。雖然話大陸老番高達模型已經重重被打擊過一次，咁但係呢啲嘢就真係春風吹又生嘅。同埋近年 3D 打印嘅技術冒起啦，以我嘅消息聽翻嚟呢 Bandai 已經開始留意呢部分，佢唔係唔出手，只係未出手嘅啫。咁當然你話我自己打印出嚟，只不過係我自己自嗨，我做落我自己嘅模型嗰度做改件，咁當然係冇問題啦。但如果係有再其他嘅用途嘅話，呢啲位就真係要小心啲啦。你見到以前喺大陸好 hit 過嘅無限維度或者一啲 GK 嘅品牌突然間銷聲匿跡呢，其實係應該有收到風嘅。今條影片呢嚟到呢度啦，咁我都只係講翻近期啲嘅事件啦。如果大家仲有其他事件覺得值得講嘅，歡迎留言。又或者呢啲事件嘅 detail 我講唔啱或者講唔清楚，亦歡迎留言話翻俾我知嘅。呢一段呢就後加嘅，唔太關高達模型事噶啦。呢期大家相信都有聽聞啦，日本嘅熊出沒事件呢其實都嚴重嘅。雖然我之前都推咗唔少 Klook 嘅日本旅遊 item， 但係真係要講一句，特別係大家想做深度遊嘅話，真係要留意多啲當地嘅新聞同埋消息。去玩嘅就唔使揾命搏嘅，可以嘅話咪唔好單獨出去啲太郊外嘅地方，最好就係留喺城市區食下嘢買下嘢咁啦。
啦。我相信呢單嘢咧真係暫時性嘅啫，只不過佢哋未有一個好好嘅解決方案咧，咁咪避忌下咯。除咗模型資訊之外，其實我自己亦都諗緊可以做一啲動畫相關嘅合集。咁當然固定嘅模型商品情報我係一樣會做噶啦。大家中意嘅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仲有記得喺留言嗰度幫我打000。我係肥宅模型，咁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 ，peace。